大家新闻要来讲高雄的消息。连假期间，高雄鼓山区一间烘蚵仔食甲饱的餐厅拢客满，因为生意伤好，生意人直接将这个桌仔椅摆到大路顶，结果真的民众真不满，骂讲太无爱规矩，将这个路封开来做生意。警方第一时间冒去开单的预罚，罚伊差不多1200块到2400。针对这点，生意人嘛表示讲真实的，后届袂搁来做啊。 真侪人上街食现行的蚵仔，佮新鲜炒海鲜。这间店头伫咧521年假，生意是好甲变过。不过，有民众看到店家因为生意伤过好，坐袂落，就甲桌椅仔搬到大路边，而且等入座，这阵人客佮徛伫咧路边嘻嘻哈哈，无伫咧注意边仔个汽机车通过，实在是有够危险的。有时候生意好，要摆的3个桌子在外面，这样是有点危险啊，因为毕竟这边也是入口这样。高雄鼓山区 这间烘蚵仔食烫海，因为生意增加以后出现乱象，有网友是卖甲无一点好，甲桌仔椅仔踩伫咧大路，无法大载就真好。若是碰到啉酒赛车，就真做人体保龄球。店家第一时间马上出面回释咧。做不下去，然后客人态度，他那边已经有过来告知，然后我可能已经没有再赶出去。该店家逢假日人潮比较多，处新台币1200块以上。 2400以下罚款。警察伫咧6月份嘛针对道路摆摊违规营业，无挂一间处第21件，店家嘛是来守法，安尼消费者才袂碰到危险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